接下来带大家去看一对公婆经营的无负担农场。新竹峨眉的刘胜赞、冯以平两公婆是开个姜麻鸭店、农机行、肉鸭厂一道。3年前有一只机会，伊能开始自内来生产有机鸭村，还成为全国第一间有机认证的鸭卵农场。一群阿伯买起田口度的好帮手，是在天数所草落皮。两公婆的目标是规个农场是得完全靠自家，自给自足，鸭村囤米，日本消费者是得完全无负担。田长讲，冯一平送的内口行地田顺好，银行紧缺，因为他的到阿伯鸭骨。地方一片，跟同期一条讲话时节，阿伯一向前走，表面的向田球度上过叶。方一片一大棒也时节，开始叶谈地天来行的鸭膜无关一条，引起一粒粒的鸭卵。因为鸭膜上完是凌晨的时段，该上课的是走念，走对出去了毒啊，那了毒也会呛你，好，所以该东西动还要走。3年來，無論係北風踩落太熱，也係寒流來，方一平打造到抗議來壓了飲來，還可寫下當年的溫度落產量。寫生產履歷記錄表，然後寫下還有溫度，固定23度，然後幾顆蛋，每天就要記錄，然後每次回去出去外面就是展售，或者是說人家來零售的，你的數量也得統計。要生產利利的鴨卵，最後一本消費者做嚟認識，了解鴨農嘅生產前景同環境。方以平老劉勝讚兩公婆經營的無負擔農場，係全國第一間有機認證的鴨卵農場。有機農業為行出條體會普當難啊！特3年是糖多人樣呀，10隻成無了錢啊！咪看板咪上咗咪當姜啦，就係你做農業啊，講到了錢啊，冇干冇晒啊！本但劉勝讚地下田口水頭嘅太皮濃度，肉嘅一般人食嘅卵鴨，唔過鴨卵太出嘅時節，接上因為公司實費唔合乎成本，有時節將做得一叉一叉嘅倒貼，地下危機度，尤其實變做流入嘅新嘅成績。我已經當好長線啦，長到新嘅東西要當好去，我是冇得起隻新嘅鴨卵咧，就有機鴨蛋咪做得。那種土地啊、肉類啊，冇時來做去看啦，看做嘅希望啦。唔敢講，因為我學阿婆也學上幾十年嘅啦，因為離順，因為冇好，因為飼料起價起到冚㗎。為咗生產有機鴨卵，再用有機嘅飼料，唔過市面上嘅有機飼料比一般嘅保守嘅飼料貴4倍咁多，根本唔合乎成本。故所劉勝讚一結貼。自家漂片來食，種出有機米。那做有機嘅，不其實是有基因轉殖嘅作物是做唔得啦。還有那個有cái飼料將一間農場地步生產出來嘅東西不行，即係講現在我要買也做唔得啦。尤其到一般嘅養殖嘅環境一檔無紅樣，阿伯只有發通嘅空間，只係講政策一態。時間越多是太麻標啦，是佢飼料是自家是下人意的呀。然後阿伯喺管內隻密閉式空間，那生產工廠，人家學了有機要按法來面積，讓有9隻，然後1公頃當學200隻阿伯呢啦，當數量增加，效果當多啊呢。睇人飼料，行業無辜嘅微電嘅田口，劉勝讚肯定將阿伯嘅生，阿伯聽到一朝定來，伊日嘅焗飼料味到田口度，阿伯一聽到劉勝讚嘅腳步，到田口度見識見做勢。腳高嘢喺個紅一行嘅臭都忘嘅啦，講你佢喺多少有水嘅時間，佢葉面會本來嘅要啊，倒睇佢啊。
倒退其实会臭是会死的，没有呼吸。大帮阿伯穿饲料，啲田丘都行来行去，拖插草扔片，工种人也生铁绑草一个细条，用公婆爱顾四甲人嘅田丘。一群阿伯做做系天数，不过阿伯无听做过按头发，听说要用一时的鸡。因慢慢在都佢冲烂太早了，其实唔甜通啦，唔甜通你这难时就会扑人在头人撩了，再用食物去诱导它，给它本意去底部抢。像阿伯连电都田丘度一塌，也本阿伯蛮耐意思皮，中国一条系最好嘅皮料。农场度嘅有机皮也做得生铁大部分。植物跟动物混养，你会减少你使用的基肥有较多啦。佢配佢阿伯食国食了去排放嘅氮肥会多咗一点。现在一下农场嘅有机铁还啲转型期，故所刘先生喺从老辈买两上边嘅有机果，不过等田丘完成嘅有机认证过后，每只农场就做到自家出产、自家用嘅养殖环境。这间农场嘅东西，我唔可以我去买别人嘅东西，系啦。这间生产嘅东西是唔是便宜买？是去到是感觉冇人通的嘛。你买一个呢饲料1公斤4、5千元咯，哎哟，可能咪等然會啦。係中途係做鹹來，蛇睇啲是嗰種冷買較多。四甲人按法嘅農場，育嘅160隻肉鴨，然後170隻卵鴨。當日佢下百隻嘅鴨卵，除脫7隻賣以外，還靠加工做鹹卵來保存。新鮮嘅東西並唔夠，並唔夠係只壓力，呢是想我來個加工。還有一隻加工嘅問題是講，客家人跳擺新發動幹部，不過客家人老祖先的智慧，因為用鹽，或是用湯，用酒，然後豐富來保存我們的食物。延長它的保存時間，所以那種用鹹卵部分。當然，生產嘅6萬人件嘅果，除咗留下2-3集作為阿伯嘅飼料，其他果做按名做3台米來賣，最後一本消費者當歡喜無負擔嘅來食。我奶我媽3日啲個細果，記得我是按到3台米啊，其實我一隻過上啦。3代同堂是很快樂的啦，是這種的觀念在要做完的事情啦。3年來特別想法是講，你看你天時太平，動到東西，唔係講你動3萬時又好修心，所以講多少天然就是被破壞了，所以你咪想講，你土地冇負擔，你新發冇負擔，人咪冇負擔，事業冇負擔。一粒粒切拍嫩黃嘅鹹卵，一粒粒長長飽滿嘅糙米，最後兩公婆對土地友善嘅回報。佢哋講，是愛本消費者無負擔，土地也無負擔。呢個想法一難一當簡單。